動漫 Lavina 鬥周秀娜酷賞。參加後日動漫節 Image Girl 選舉嘅女仔，尋日見傳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9號 CC 曹卓妍。Lemo 玩串完書展，連動漫節都唔放過。我自己本身就入咗行都係得嗰4個月嘅啫，咁即係參加動漫節係好多model 都會參與過嘅，咁我亦都想吸取呢個經驗咯。周秀娜都唔執輸，用新一輯噴血性感上家印寫真集第2版，出多個5尺2寸巨型 cushion 任人攬，仲有擺晒有人 pose 嘅潮 T， 哇！想刮乾電車男嘅荷包咩？睇嚟今年3位動漫女神要花啲心思先搶到鏡啦。我哋做評判嘅 actually， 咁我哋會係選佢哋睇下邊個攞獎啊，咁變咗其實佢哋應該要對我哋多啲好處至啱。真係？咁之前鬧 Lemo 拋空嘅趙石之，又使乜自打嘴巴咁 sexy 啊？